来摕一下水来啉。哎呀，歹势，要记咧下水，遐一寡滚水，真无知你下。咱先来读吼，等下再过来摕水。1642年10月11号，早起金宝理社，各位会记得咱顶礼拜读到倒去吼？就是顶礼拜主要是读一篇足长、落长的吼，读因对贵人出兵到，本来是打算要甲苏俄啦吼，要去三金啊、出三金啊迄到位啊吼，就主要要占地盘啦吼。但是因一路足歹行吼，一路吩咐一寡盟友吼，意思是讲恁向阮结盟的吼，就是意思就是即寡人是顺服因的吼。沿路吩咐讲恁来传食诶啥吼，结果拢无听话，甲你印好去，实际上拢无吼，所以即个秋叶算数啦吼。你后来就读几篇啊，对，就是开始处理吼，迄寡村社人叫啦，到尾拢甲判死刑吼。好，咱继续看吼，10月11号早起，金宝理社和托波利吼，无注脚吼，我毋知啥物所在吼。金宝理社和托波利社的居民来吼，因甲头压甲骹头捂，请求原谅吼。你看，阮指出因的过错了后，就敢若像昨昏对其他人所警告的安尼来警告因吼。搁再一道吼，宽恕接纳因，并且任命上述Theodore 啦吼，Theodore 做上述两个村社的酋长，并且任命其他两个人做伊的助理来协助伊。要到的时阵，战地指挥官阁下调集所有留伫咧贵人的军官，任命因担任各种事务的议员，互相商议决定司法的问题，包括民事问题甲刑事问题。商议之后，案件就会当定案求刑，安排如下：上尉 Hendrik Arose 阁下继任当主管做主管。商务员兼专员 Van Kissel 做次官，对 Duested 来的中尉 John Van Kriekenbeek、Van Wyk 和 Jasper Hendricks、Clay Van Jersveld 爱处理士兵的犯罪案件。士官 John Van der Hops Van Santen、炮手 Gerrit Lojumas 和来自 Slesien 的 Julian Miseller Van Sagen 爱按照情况轮流回审。伊阁下还阁认真勉励上述人员爱为公司效劳，各照接受甲
即位伫公务上甲私事上，拢爱谨守秩序。此外，还佫任命上述认真勉励上述还佫任命上述的 Hendrik Harose 阁下为上尉兼国城堡的最高指挥官，就是任命即个人吼 ，Hendrik Harose 阁下来做上尉吼，兼国城堡的最高指挥官，也照即只军队习惯授权予其他军官，也照一只，这是什么意思？也照一艘的军队习惯授权给其他军官。这应该是有拍哩拍毋对去哈。一艘是船呢，这什么意思？每一个拢承诺家己的上司、顶司啦哈，服从。这个代志完成以后，伊阁下就带领伊的随从去船顶。迄当阵按照迄个风俗啦吼，习俗，按照伊习惯就是爱鸣枪三响，也鸣炮数响，表示敬意，并且由上尉陪同去上船。台语来讲，落船啦吼，其实台语是讲落船吼。落船了后，落船是这个on board 吼，毋是迄个吼 ，get off the board 是 on board 吼。落船了，随带领快艇阿克斯路号吼、Old Water 号、李罗号和 Water Hound 号，以及迄只大领港船和2只篷船用篷出航。上尉和舰队指挥官阁下识别了后，就阁航来登陆。迄时也对快艇阿克斯路号鸣炮三响，表示敬意。方向东北方有急速的桅顶篷风，就是桅顶篷啦吼，桅上顶头的迄个桅杆上顶头迄张篷的风啦吼，有急速的桅顶篷风，所以用小篷来驶吼，用风箱头嘛，所以无用大篷。有时啊根本就无用篷吼，互船漂流吼，一直到暗暝，阮来到淡水河的头前，迄时阮各只船拢瓦滚起来吼。迄只领港船的船尾点起一拍电火，一拍灯火啦，毋是电火吼，灯火伫咧头前航行，并且奉命到了淡水河的港口正头前的时阵吼，都爱拍定，并且发炮一响，安尼其他的快艇就会当划过来停泊伫伊个边仔，代志就安尼进行。约落伫咧暗时9点到10点钟吼，就伫咧水深9船的好停船的所在来停泊。阮看袂到快艇 Water Hound 号，毋知影是驶过去啊，还是搁伫咧后面吼。因此，舰队指挥官就命令发炮一响，并且搁再点起1-2拍灯火。该快艇应该是看到吼，而且规暝拢点着迄种通常的灯火吼。暗时看袂到吼，所以爱靠这吼，嘛无灯塔嘛，所以就靠这个方法。此外，还搁伫咧旗杆后面吼，和大桅杆各点起1拍灯火。此外，快艇李罗号和这个 Old Water 号也已经伫咧各船尾来点起1拍灯火。即寡灯火和司令官的迄3拍灯火，规暗拢点倒吼。该舰队指挥官阁下也下令，迄只领港船和2只篷船伫咧明仔载透早就爱来快艇边仔来载运士兵。迄寡快艇的小艇也要用来载运军队去起山吼，起山就是上岸吼。即夜，所以落船和起山是相对应，就是落船
当然是意思，迄是较早迄船较细只吼，落船，啊，你要对船起来，就是起山，就是上岸吼。哦，这是我较早对诶迄个潘克元老师诶文章内底学到诶啦吼，嘛毋是我遮教啦吼。咱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好了吼。我直接用汉字起山，试看觅。吼，起山伫上略、定略吼，这是大理大书店的写法吼。起山啊，落船呢？落船两个意思，毋是，这是落船一个意思啦，一个意思是坐船啦吼，乘船吼。第二个意思是用船载货吼，所以你物件落船嘛，是意思是物件loading 吼，落去 loading 顶去船顶吼，行李拢未落船吼，行李也未 loading 吼。即嘛合，因为各位包括我啦吼，华语用惯势，所以听了落船是想讲是迄个 landing 吼，毋是啦吼，意思完全倒变去吼，所以各位也小习惯一下。好，咱转来第二只吼，迄两只，迄只领工船甲该建筑指挥官阁下也下令讲，迄只领工船甲两只篷船，伫明仔载透早爱来快艇边仔载运士兵。迄寡快艇的小艇嘛要用来载运军队去岐山吼。即暝剩落来时间，天气恶劣，有强风含继续的雨，因此海影非常即个大啦吼，响应吼。台语是讲海影吼，毋是海浪，毋是海浪，是海影啦。当然海浪嘛听有啦，海影吼。听海影，各位知影最近迄戏吼是听海影，还是读台语的写法吼？拜托是各位着爱念做听海影吼，莫听海洋吼，足恐怖的是，足恐怖的代志吼。听着安尼念的才是足恐怖的。听海影吼。伊这华语写法嘛，海浪非常汹涌，你我都通安尼念嘛吼，一定要讲海影真大嘛吼。好啦，这毋是第一道讲的吼。好，我来摕一下滚水来啉吼，各位稍等。开讲一下吼，哎呦，拄则敢若有另外一位，毋知是啥物人，开讲啥物呢？就是我拄则要上课进前吼，当去听迄个Sunny吼，伊有介绍，就是其实可能足侪人有看过啊吼，就是洪伟仁先生吼，伊最近开始开一个这个啥 podcast 吼，我当咧听迄个 podcast 的名叫做《即嘛讲台语》吼，副标题是阿土伯开讲吼，伊第一集吼 podcast 第一集就是讲台湾台语即个名称吼，和闽南语即个名称啊，我也未听煞啦，我敢若听开头尔吼。伊意思是讲，
伊对闽南语即个伊对即个河洛话即种讲法其实是无赞成吼。河洛话是轻视的话，所以伊较早会认为讲就是古来其实大家无感觉迄个，就咱甲我自细汉听人讲河洛，其实无迄个轻视的意思，所以我无感觉着吼。伊讲伊一开始嘛是安尼想吼。嘛是会用河洛话即种讲法，但是后来才知影讲，伊即个是有轻视的用法，就等于是伊的来源是一种轻视的讲法，所以就较无爱，伊就无赞成用，佮继续讲即个河洛话即种讲法。啊，闽南语当然大家知影，这是一个国民党来台湾了后一个政治名词啦吼，政治意识所产生的一个叫法。伊在伊看起来是叫做台湾话。伊讲的台湾的话的意思是讲，这是一种伫台湾的通行语，吼。当然，这是讲战前的代志啊。国民党来进行的台湾的通行语，台湾话。迄当中，台湾当然也嘛是有足侪族、足侪无共的即个部族、无共的民族伫台湾，吼，大家斗阵。但是迄当中的通行语就是台湾话，吼。日语其实嘛是啦，官方的，但是迄是足晚期的吼，主要是台湾话才是迄当中的通行语吼。啊，所以伊认为讲，就是叫台湾话。啊，台湾台语即种讲法，伊嘛认为讲是成政治的讲法吼，就是讲，伊讲讲袂通嘛吼，啥物叫做台湾台语啊？伊讲。比如讲啊，你若用英语要安怎讲？你若要翻做互英语，互外国人理解，啥物叫做台湾台语 ？Taiwanese 吼，人家讲 Taiwanese 就讲就是莫名其妙吼。台湾台语意思是讲，你即嘛有台湾台语，啊是毋是有菲律宾台语、马来西亚台语、新加坡台语？无可能嘛吼，因为所在因即寡所在的讲法，就是福建话，啥无讲即种什么闽南话吼。所以无可能伊会讲叫做我叫做马来西亚台语吼，无可能。所以台湾台语，伊认为是即个名称是，在伊听起来是 absurd 吼 ，ridiculous 吼，真荒谬吼，真笑可的一种讲法吼。啊，伊讲这是骗相吼，其实我嘛知影即种是一种足迂回吼，是一种歪的讲法吼，要骗啥？我甲你直接我人要用，我就是骗迄寡读较歹嘅迄寡人嘛，骗迄寡就是要甲你反对，就是硬要甲你拗做叫做闽南语，就是无见互你台湾话诚做伫台湾一种通行语的即种地位的迄寡人嘛吼，对即种情形反对的即寡人。要甲你骗，要甲你变嘛，只好用即种方式叫做台湾台语嘛。我讲，在我想起来，总有一天伊嘛是爱恢复叫做台湾话，诚做台湾的通行语。这是我看诚做台湾的通行语哦，毋是讲母语复兴哦，恁着家己踮咧厝诶复兴就好啊。毋是，在我看起来，伊是爱诚做一种台湾的通行语，取代其他话伫台湾的地位，吼。我讲较歹听，就是消灭支那话啦吼。当然，我前安尼讲，就侪人认为哇，这足偏激的吼。啊，就侪少年就呢，我的母语就是国语吼。你母语国语，你骗笑的吼。当然，无毋对，你的母语是国语，这种不得已的情形，即嘛已经出现啦吼。好，讲到遮就好啦。就是各位有兴趣再听。洪伟林吼，三牛达洪伟林先生伊的即个 podcast， 当然即种做学问的人吼 ，podcast 其实足无聊的吼，你听伊讲，伊的口音，或者是伊的迄个讲话迄个声哨吼，其实是足温柔的，足好听吼。我意思是讲吼，内容其实就是较枯燥无聊，其实较单调啦吼，因为。伊就无像迄寡吼其他迄种诶，网红即嘛台语是种啥物讲法哟？迄种YouTuber 啦吼，因迄种讲话迄种
就是内底迄个材料嘛，互你听下，你就引起你兴趣的吼。啊，讲话迄个开口嘛，因那敢若发生什么大代志安尼吼。啊，其实伫洪伟林先生伊的 podcast 内中是无可能听到即种吼。但是我甲你挂保证，伊内底伊的资料吼，绝对是足丰富吼。上来你会听到足澎湃各种语料吼。好，有兴趣再听吼。要困进前，逐大听啦，爱困就做你困安尼。好，讲到到遮，咱工商服务结束，继续吼。10月12号，早起也我看袂到 Water Hunt 号，是 Water Hunt 号吗？之前迄个错误迄只咸菜路迄只，无可怀疑是头前佫驶过去吼，所以互阮大感惊奇吼，奇怪吼。互阮感觉足奇怪，因为昨暗暝吼，阮近watch的时阵，抑佫看伫边啊，真实在是无法度相信，讲伊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佫竟然驶过头吼。今仔日规工拢是强风的歹天吼，透大风的即个歹天吼，因此迄寡要来载运士兵的小船，伫迄个遮尔大即个海影内底无法度来近我船只吼，因此嘛无法度通载运士兵来起山吼。13。10月13对昨暗到今仔日中昼拢原来是透大风吼，有大影。中昼以后海影就小可平静吼。天气嘛好起来，战地指挥官阁下就命令迄只领港船含2只篷船来快艇边仔载运士兵起山，用即寡船载运4队的士兵去起山，有1队家己家己用过的吼，过去即个起山。第5队因为迄寡船只无够大，天气又开始变歹，所以即工就无法度带人通来起山。伊国下已经起山咯，去到西班牙人建造城堡的迄个原地吼。迄当阵有几啊住伫附近的居民来欢迎伊国下带一寡米、几只鸡和其他新鲜的食物来，但是因为欠少翻译员，伊国下毋知影因的真意吼，无都知影，嘛无法度来答复因，嘛袂当甲因讲因要做啥吼。阮为何要来遮吼？阮有几个翻译员阿兰西吼，伊较早是担任西班牙人的翻译员，受伫船顶，但是因几个考量，毋是讲真信任伊，因此就甲伊以及伊的某囝吼，拢对家人，甲因带入去一只带入去船顶吼，一只快艇顶头，要甲因载去台湾遐吼。李厝提及的迄个战地指挥官阁下，就是伫即个伫市内底已经讲足侪遍的即个啦，即个战地指挥官吼，随着去视察迄寡地方的形势，并且叫人放好烧掉迄周围的长草甲灌木。命令迄只领港船含迄2只篷船航往快艇遐去载运存落来的中尉佩德的部队啦吼。以及搬运为着建造城堡所需要的食物含迄啥矿物啦吼。嘛要对迄寡快艇载卡卷人甲其他的奴隶，以便随即刻来进行上述的工作。什么工作？就是要建造城堡啦吼。好，10月14，咱讲10月逐工有吼。因即嘛拢是伫家人的即个日子啦吼，所以拢无做生理的，拢是伫家人遮一寡事务吼。10月14号早起天光以前，
伊阁下又阁再去进一步视察迄寡地方的形势，判断讲迄座已经拆毁的西班牙人的城堡，叫做 Spexfold，讲嘛，字卡写哈，1628年。西班牙人伫咧淡水河口所建造的要塞，吼，而且是伫淡水吼，毋是伫归人吼。讲迄座已经拆掉的迄个西班牙人的城堡是伫咧上好又阁上适当的地点。迄个地点是临近海岸的一个悬地，或者是小山，南边是大部分含该山顶悬的。平台，等下吼，我无介清楚，但是我咧用即个所在应该是就是即马红门城吼。我来早一看一下地图。水，红门城。毋知是毋是伫遮啦吼，我毋是介清楚吼。用地形图来看，看地势。看袂写出来吼，但是看起来红门城北边即道即绿色的即道应该都是较悬的所在，我理用吼。好，咱继续。转来第几只吼？南边是大部分甲该山，讲迄个地点是瓦近海岸一个悬地或者是小山，即点是符合吼。红门城就是伫咧海边啊，遐无已经无算海，算出河口啊吼，出海口遐吼。南边是大部分含该山顶悬的平台，伫东边甲东北边有一个深谷，一直真行吼，落到海边，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地方，非常坚固的所在吼。这我都毋知啊吼，恁若各位对地势、对淡水遐地势有了解吼，看是毋是？我即马看地图，淡水红门城其实是伫海边，但是迄甲位也是较低呢。颠倒是虎尾炮台，迄也是较悬的所在吼。虎尾炮台就是伫红门城的西北边吼。遐竟然阁有一条河叫做淡水河，迄是淡水河当然是迄条大河啦，阁一条细条沟仔叫做淡水河吼。新民街吼，真理大学遐啦吼，真理大学的附近吼。一滴水纪念馆，哎哟，看起阁真水呢。各位毋知捌去过，我哋来去点看嘛。一滴水纪念馆，虎尾炮台一滴水纪念馆的附近吼。
我对这一滴水纪念馆小可有好现我查一下吼。啥物叫一滴水纪念馆？是用伫纪念大日双方的地动援助善举。我来看一下伊个网站，一滴水纪念馆的网站。百年古民家空气大日正义吼，这是伊个私人的厝体啦吼。听起看起是安尼，来甲看一下吼。一滴水纪念馆景点介绍：一滴水纪念馆取名由来为纪念原起造者水上角地之子水上面先生水上觉志吼。水上角地之子，伊的后生叫做水上面、水上面先生，一生承袭自日本地水禅师的禅宗思想所以地水是地水，这个地水是迄个禅师的名法号地水。纵上珍惜万物资源，就算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也当物尽其用。另一则是为着要感念遗嘱过程当中所有的苦力群志工，因透过实际的行动，传递了无私奉献的思想，创述孝如一滴水。将能汇聚能量，完成处于跨国遗嘱艰难工程，所以取名做一滴水纪念馆。热心无私的跨国遗嘱历程跨国遗嘱我即马看的是这间厝本来是日本刷来淡水遮遗嘱处自日本福井县福井县福井啦福井县大饭店大饭厅大饭厅就是大饭马子一栋木造建筑叫做淡水一地记 Memorial House， 就伫个日本福井县一间木造的建筑是建伫个西元1915年日本古民家，延起伫个日本阪神甲台湾921两个地动所连结的台日人民情谊，并且透过多位台日热心人士的努力，对民国94年拆解到98年12月完成重建，历经了约5年多次辗转要读连转迁移，跨越了3000公里的旅途，从对日本来到台湾，遗嘱除了沿线正做台日交流的平台之外，佫是跨国人民间社区营造的精神堡垒。馆内同时设置了水上面文库以及陈顺成文库，陈顺成文库，以促进近代台日文学交流名放。陈顺成各位知无？陈顺成顺就是尧舜迄个舜，陈是君臣父子迄个陈陈顺成。好，我读到遮就好啊上尾一段好了，上尾一段。读了这个景点介绍最后一段是写讲，细长百年古民家这个细长我不要翻建筑鱼类建筑与会，细长百年古民家建筑与会这栋由日本文和水上面之父水上角地亲手建造的古民家建筑。水上面是日本的迄个作家啦文学家啦因老爸所起的这间古民家建筑600多支娘跳，无用过一支
顶啊，吼，拢用迄个榫头迄个接榫吼方式，超过20外种吼，敢若接榫的方式就20外种，展现出丁方造极的木造建筑文化。伫厝中的大乌条是由门外算起来第三支，对门外口算入来第三支吼，上长也是接上侪即个回娘的直条。伫日本文化中，代表着一家之主的即个父亲的角色。条仔顶的即个洞闸，即个我是用华语读吼，洞闸，洞是迄个动量的洞，闸是闸字吼，目字边佫一个，即边怎讲？我不要讲吼，手闸啦吼。条仔顶的洞闸更是古民家的身份证明，以红布所包起来即个木牌，记载着兴建的年份甲建筑的栋梁姓名。栋梁姓名者，栋梁写讲是师傅的名啦吼。伫红布外，并且填着一双上梁的时阵所加长叶骹的草画吼。意思就是落地生根不再迁移之意啊吼，真趣味吼。好，即间厝是真水真咧大吼。你若有兴趣，你去淡水，你再来看即间厝吼。一滴水纪念馆。哎呦，我咱日子读到遮来吼。好，读到倒位去？哦，好，伫读迄个荷兰时代吼，和西班牙人所起的即个城堡啦吼，读到即个日本人读到即个现代日本人的建筑所来淡水遮吼。好，南边是含街地，含迄粒山边悬的即个边带吼，伫东边甲东北边有一个深谷，一直真行来落到海边吼，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所在。东边甲东北边啊，所以伊东边甲东北边是海边，是海，所以变成伊伫个是，敢若是伫淡水河南岸，无可能吧？啊是东边、东北边，毋知呢。我咧找有可能的所在，其实我无应该安尼找啦，直接去看文献，还是讲去Google 可能就找有啊吼。西班牙人所伫淡水所起的城堡是伫倒位吼？好啦，找一个吼，歹势找一个，莫当来摇吼，家己当来后壁摇，无应该。我都用淡水啊 ，ChatGPT 啊吼，即嘛吼 ，ChatGPT 出门较紧。我毋知你伫用无？我是定定咧用吼，差不多逐工用，工作上嘛是直接用着吼。荷兰我直接拍17世纪吼，17世纪西班牙人伫淡水建造城堡。伫即卖什么所在？来，ChatGPT 哈，
17世纪西班牙人伫淡水建造的城堡叫做Castillo de San Domingo 吼 ，Castillo 就是 castle 吼 ，Castillo de San Domingo 圣多明哥城堡吼。这座城堡是伫今仔日的台湾新北市淡水区。当时淡水区我嘛知影，就安尼讲，西班牙人来到台湾建立这座防御工事，以保护因伫东亚的贸易甲领土。这个城堡伫后来被荷兰人取代，荷兰人嘛伫遮建立家己的城堡。今仔日这座城堡依然是淡水的重要历史遗迹之一。是到底是伫倒位啊？讲也无讲吼，我查一个Google 吼，圣多明哥啦吼，应该是直接查说圣多明哥。哦，我看到哈，淡水红门城吼，是一座伫台湾新北市淡水区的古迹，上早是由西班牙人伫17世纪建造，叫做圣多明哥城，但是原建筑伫荷兰人。我即摆看即个网站是啥？淡水人这是啥物网站？我毋知，看袂出来吼。但是原建筑伫荷兰人拍败西班牙人了后，甲遭到毁坏吼。由西班牙人伫1644年重建，并且可能应该是荷兰人吧。荷兰人伫1644年重建，并且号名做安东尼城堡，因为迄当阵的汉人称荷兰人做红门，所以直接就称做红门城吼。红门城伫后来300年间，经过多处的易主，后来伫清末被英国作为英国领事馆使用，才会当伫日本时代维持原貌，一直到即嘛吼。英国伫民国69年，为着表示含我友好吼，特将该城归还我国。伫民国73年12月25号，整修竣工，正式开放供国人参观。这是红门城。所以即马看到这应该嘛毋是荷兰人起的，敢是荷兰人起的？敢若知影讲是英国人用来咧做迄个领事馆吼，所以就是即马即个所在，安尼无毋对啊，就是我拄则地图看即个所在啊。安尼伊哪会讲东北甲东边甲东北是海边啊？东边甲东北边有一个深谷，一直真行来落到海边，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地方所在吼。厝边甲迄寡灌木草丛吼，含其他的即个障碍物甲扑掉了、摕走了后，伊阁下大部分拢按照原本的即个基础规划，不过是甲伊的设计了搁较好、搁较适当吼。迄当阵有一只细只迄个希腊人的篷船对迄条河流落来，报告讲还阁有六只希腊人的篷船载着硫磺，吼停泊伫该河流的即个上游。其中有一只无通行，因此毋是自由的船只吼，可能是无通行证吼，所以伊阁下就下令爱去找机会去检查吼。下晡，迄只领工船含迄两只篷船，含迄寡快艇转来讲，伫迄寡快艇停泊的海上有真大的风影，伫个风影当中还阁会当划滚迄只快艇 Old Water 号吼。但是你落河
拄啊一挖滚伊的船头，迄时啊，阁会当顺利来挖滚伊吼，甲即个主艇甲放落。迄只快艇离落后，就爱甲伊的艇甲扭起来，航离去吼，就驶走。迄只领港船停伫咧 Oldwater 号的船尾，准备要装好。迄寡货物是装伫咧一只细只船顶，由该快艇用一条索啊拖咧吼。迄时迄只快艇嘛必须爱甲伊的艇放开吼，甲伊离开，甲迄只拖的迄货物离开的款吼。为着迄当阵所准备的货物来物件，拢无法度人运起来吼。有时啊，代名词无写，主词拢写无介清楚，你讲毋知你讲谁较谁吼。啊，你就是讲即嘛风影伤大啦，迄船无法度通载运起来啦，甚至安尼因为安尼无甲乱糟糟吼，一只绑一只，佮艇必须爱紧松开吼。城堡的建造工程遂开始咧挖地基吼，所以这嘛就奇怪吼，伊个西班牙人的城甲鲁派了，家己佫要来起吼。今仔日伊国下派，所以地方有台步吼，定定离拍毋对吼。国下伊写开下吼，开关的开吼。今仔日伊国下派3个淡水人对陆路送一张批去归人，互上尉哈罗斯，内容是包括着派 Cornelius de Smith 和金包里社的酋长名叫做 Theodore 吼，前来处队，派因来即个淡水社啦吼，以便踮咧即个所在一段时间来担任翻译、交易新鲜的食物以及其他的工作。这是10月14。咱伫遮拖遮久，就是为着要认捌即个圣多明哥即个城吼，后来叫做安东尼吼。10月15，这附近几个村社的居民带着因的小礼品吼、小礼物来见阁下，就是建地指挥官吼。因重新承诺遵守革命的诺言了后。伊阁下就甲因讲，爱扑数百支的笛仔摕来遮，用来建造城堡、房屋以及细间厝吼，也爱挂长草来砍厝顶，但是显然因无即个意愿吼，因此伊阁下就大声严厉来威胁因，搁再一次命令因。并且甲因讲，处罚无服从的3条社甲金包里社的人的情形。意思讲，恁批你上吼，我较早是直接就无听话，就是杀啊吼。如果因若无服从，嘛要遭遇共款的处罚吼。因此，迄寡居民就惊着吼，总算答应讲要遵照命令，甲迄寡物件拢炸来处队。专员 Martin Garrix 今仔日奉战地指挥官的命令，带领迄只大领港船以及阮的其他的小船航往即条河流的上游去检查上述的篷船，甲伊带落来。发现讲就是讲迄个希腊人的篷船啊，无通用证的吼。发现讲含装迄只小篷船的希腊人所讲的是一致的吼。迄只无自由的篷船已经真老真旧，强无法度通用啊！吼，船顶载有28个人，根据迄寡希腊人讲，载有300担无提炼过的硫磺吼，就是伊用另外一个单位叫做12 last，12.5 last 无提炼过的即个硫磺。无载任何其他重要物件，战地指挥官阁下，甲迄寡物件拢没收做公司的收益，吼。
所以公司的是等下吼，看一下资料。迄寡人就用来建造一寡城堡，即个城堡，迄寡人用来建造即个城堡是应该是甲迄寡人当做奴隶咧用就对啦。1916，居民开始带竹啊甲长草来吼，并且随用来为战地指挥官阁下含军官以及士兵含全军来起房屋甲细间厝吼。这附近规个村社的酋长也来伊阁下请求甲阮结盟吼，因愿意服从阮，乃以含其他村社共款的条件，互因来结盟，嘛命令因讲爱命令其他的村社共款爱去扑竹啊，并且带长草来。对此，因虽然无愿意，嘛已经答应吼。有一个卡言人，加言 KAGIN 吼，无注卡毋知吼，我着读做加言啦吼，加言人。有一个加言人含上述的居民同齐来吼，伊是伫咧7年前逃离西班牙人，含当地居民带到即嘛吼，就是逃走啊。都对西班牙人遮逃走，含带伫咧当地居民吼，带7档吼，逼认出来吼。所以经过大家考虑了后，认为讲老店的处地对公司无好处，因此伊阁下就派人甲伊掠起来，送到船顶，听候机会要送去台湾。即个家言这是啥物所在啊？吼，你会当想对即段描述来，要讲即个人第一点。可能毋是台湾的人吼，啊，所以伊是对西班牙的人遐逃走的，啊，但是伊含当地居民带做伙，吼，就意思是讲，可能含当地居民生做差不多，就是东亚的即种面貌啊啦吼，东亚或者是咱即个东南亚即寡人的面貌啊。应该讲，东南亚较实啦吼，东亚人含咱其实佫无啥共吼，啊，所以含即个咱台湾原住民带做伙嘛，一味咧当米7档吼，无互人去互人认出来安尼吼。我咧以后这是毋是？我你听起来可能原来是即个西班牙人对东南亚所掠着，啊，你西班牙人诶。是面对倒位啊？是菲律宾嘛吼，所以我咧以为是菲律宾人吼。战地指挥官阁下详细考虑，虽然阮真欠缺即个士兵甲工人吼，但是嘛袂当对船顶来吊水手来用，因为经常有强风大影，所伫迄寡停泊伫咧厝地的快艇拢真危险。而水手已经因为破病或者是其他原因真欠缺吼，船顶诶军官已经拢你说伫啊，你念嘛吼，你无欢喜吼，你担心讲，若是搁遭遇到风暴的暴风的天气吼，互迄寡快艇搁无去，甲因的艇搁送失去吼，安尼因就会因为欠缺即个健康的人员，所以无法度通调度吼。这已经开始，即个已经开始你建造城堡即个工程吼，进行到真慢，抑佫需要一段长时间才会当起来。因此呢，战地指挥官阁下有鉴伫目前的情形的必要性吼，以及安尼就会当。将上好甲上大部分的流源线受伫阮的管辖所规公司所有吼，所以呢，为着要互即个城堡的建造工程搁较紧来进行，就爱对迄寡自由的新仔人的篷船，每一只找5、6个人吼，以每一工30线的工资，含台湾的工资相像吼，强迫因来参与即个建造城堡的一般工作。
袂歹啦，毋是甲因当做路咧吼，应该是有食阁有掠啦吼，一工30仙吼。10月17，伫间谍指挥官阁下的传唤之下吼，30仙应该是足低啦，薪水应该足低吼。你看咱看因咧做生意，拢迄单位毋是里尔，就是啥物日本元吼，啊无就是反正就是无迄个线的，啊线的已经是1/100的意思啊吼。好，10月17，伫个间谍指挥官阁下团哦，剩3分钟，吼，这篇也读了。伫个间谍指挥官阁下的传唤之下，迄寡顺服伫阮的即个村社的酋长甲重要人员拢来啊吼，阮着以应该有的尊严来接待因，并且搁再一次重述契约的内容，特别强调讲，因已经承诺要甲因的土地停证互阮的代志，土地要送阮即个代志啦。讲完即寡话了后，伊阁下就命令因讲，因爱带竹仔来互阮起即个城堡，啊爱带一寡粮食甲新鲜的食物来互阮，安尼阮就会当看出因是忠实顺服的下属吼。因若如果有即种表现，就会互因适当的汇报甲奖赏。对此，因回答讲将尽力而为吼。然后因就告示国会家己的所在吼。约伫咧中昼的时阵，间谍指挥官阁下带领约25个士兵去附近的村社西纳尔，要去看一下迄个所在。但是到遐了后，发现讲居民已经带着因的物件，全部逃走，留落来是完全空啰嗦的即个村社吼。好，这是10月17，咱今日读到这，明仔载再来继续。今仔日是礼拜四暗时啊，大家较无人吼。看起来有啥物笔记无？就是落船吼，海影。好，爸比有代志先离开啊。好，咱今仔日读到这，我来归房吼，感谢各位。